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新北邦桥幼稚园饲药的案件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下晡参加市议会专案报告，有立委就指控市府4月就接到真情啊，煞甲这案吞掉。不过侯友宜是强调无包庇，且检方赶紧调查，免客气。另外，国民党议员刘美芳捌讲4月接到家长真情，伊即阵是会实的，讲家己时间讲定大去。 新北市议会13下昼针对幼稚园饲药案开专案报告，市长侯友宜下昼结束蘆洲区行程了后，临时出现议会，针对有委员指控市府4月份就已经接到饲药案真情，侯友宜严正驳斥。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伤害。新北市政府如果有任何包庇的事情，也恳请检察官借这个专案快速的查办，都不要客气。 侯友宜大约3点半进入机场进行报告，佮接受质询。国民党议员刘美芳先针对捌讲4月份接到家长真情，讲唔到极强回实的。民进党议员是轮流一直讲市府处理小结，甲侯友宜上初定调告诉饲药啊造成惊吓。5月12号的时候接获澄清，所以我在这里先跟市府还有各位社会大众鞠躬道歉。 因为4月份这个数字造成整个社会恐慌啊，这已经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了嘛，所以请警察局立刻或者是法律局好不好，立刻去查，在这段时间有针对这个事情造谣的全部送办嘛。你还不知道幼儿体内验出的苯巴比妥来源是什么，对还不对？现在是由司法在侦办当中，我想司法一定会误打误撞。 由议员即期一开始讲饲毒，后来佫变做饲药啊，到底药啊为倒位来？佫认为检调约谈交保完，也毋过交保金额伤低。今天这个东西，它虽然是一个医师的处方用药，如果非医师的人这么做，他可能会涉犯到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那是非常重的罪。如果是我在侦办这个案子，这个被羁押的几率是很高。到现在为止，没有一个老师被收押，到底问题在哪里？如果今天很重要，检察官一定要立即收押，如果没有办法立即收押，就要再补充证据。新北幼儿园饲药案第2批12名囡仔的尿液检验结果早起出来，拢是阴性，目前送检的26人拢是阴性，另外增加1名就医的囡仔，总就医人数来到27人，尿液检验结果上近2天了后公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